睇翻點解可能你話700佢相對嚟講會即係個走勢啊，或者個即係落後於9988，甚至乎即係始終佢咧一個權重股咧，點解會咁差咧？咁我自己覺得其中一樣嘢啦，佢琴日佢出咗業績或者佢講過提及過一樣嘢比較緊要嘅，就係佢個運元3.0啊。咁個運元3.0係咩嚟嘅咧？咁大家可能Cory 你知唔？如果可能唔好做特別 research， 可能你都了唔了解運元3.0，即係騰訊嗰個係咩嚟嘅？渣過千蚊。係啦，冇錯，即係其實佢相對嚟講，佢發展咧係比較落後啊。你話千蚊咧，可能喺個市場其實現時都會有人會知道，甚至乎你話再出名少少嘅內地，可能係豆包啦。豆包咧，其實佢就係TikTok 自己旗下，即係因為 TikTok 冇上市啊嘛，但係佢 TikTok 旗下個一個 AI 嘅軟件咧，你見到佢 insert 落去或者應用嘅層面咧廣泛係比較大少少嘅。反而騰訊咧現時佢啱啱講緊4月幾5月。佢個運元3.0咧，即係啱啱係一個 beta test，即係一個測試完，準備依家想推出落個市場。你見到其實個發展咧，喺即係近排特別係成個市場炒緊 AI 啊，或者 AI 啲晶片啊、相關啊、應用啊等等呢啲嘅時候，騰訊先係開始做緊佢最新嘅即係運元去到，雖然佢去到3.0啦，但係始終佢嗰個落後發展咧，嗰個市場佔有率咧都係比較慢。咁所以點解佢股價係會比較慢少少？咁如果